民生经济的消息来关心国内景气上新的调查，这 AI 表现也是袂歹的。也毋过其他的产业若准后半冬要大赚，其实是真无简单，因为咱的传统产业是有受到中国的影响。也若利率的部分，这美国是受到总统大选的影响，所以上紧伫第三季才会来降息。这也显示讲，咱的货币还阁有调整的空间。另外，咱的央行信用管制，佮加上新青安要来调查，所以房市交易量可能卖减少。台经院2月公布5月份景气动向的调查，发现伫 AI 高阶服务器也受真好的表现。不过，亲像传统产业等等的产业，受到中国持续消化库存的影响，当时会当阁起势，也要持续观察。你的2朵花开到美国的当然好，高阶制程是一种创新。但成熟制程是在拼价格的，拼价格你都很难拼得过中国。有创新的东西就比较不会有中国的威胁，没有创新比价格的，它的威胁一直都在，所以要百花齐放不容易。台经院表示，国内经济成长率预测虽然超过3%，不过伫物价起的部分，毋但民众感受到通货膨胀的压力，厂商嘛面临成本的压力，呈现前无起落后有对比的情形。另外，货币政策的部分，美国年底要举行总统大选，按算上紧第3季的尾期或者是第4季的初期，可能会降息。也若台湾货币政策、影响物价、台币利差等等的因素，下半年也有调整的空间。也若不动产产业受到中央银行第6波信用管制的影响，也有财政部查新青安，下半年景气平平啊，呈现利多坐过利空。对于在这个溢价的空间会相对的比较偏小哦，那所以这个部分呢会使得买方他的一个出手。稍微会比较观望一些，在今年下半年的整体的交易量，这样恐怕会出现成长比较幅度缩减，不过价格依旧还是会维持在相对的高档。专家指出，台股最近徛在伫2万点以上，也帮助不动产产业呈现利多。不过，2月台股的表现虽然有超过2万点，不过盘中捌大到超过300点了后，有落较少，嘛，互股民的心情袂输是洗三温暖同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